高爾夫豪宅樓盤曾經單價3萬蚊每平方上下，依家呢1萬蚊每平方出頭，有冇嚇到你呢？今日阿樂呢就好無私奉獻，帶你睇下啲冇佣金賺嘅大劈價樓盤。第一眼大家已經睇到呢個樓盤嘅優勢啦。樓下呢就係正前方雅居樂3200畝長江高爾夫球場、長江水庫、五桂山山景、中山富人區、雅居樂海欣新城。嗱，每一個景觀呢都係好震撼嘅，好明顯呢景觀係最大嘅賣點。想要睇樓冇套路，優點缺點都要知啊！大家好，我係阿樂 Alex。華虹景業軒呢個樓盤呢，我就冇做過專門個視頻出評啦。不過呢，有提到佢嘅，因為佢個價錢呢一路太貴，所以呢就冇推薦。而依家價錢呢，從高峰期3萬蚊每平方上下，到咗依家呢，毛坯1萬到10800，裝修呢就13000幾起。所以呢，同大家嚟介紹下呢個爆炸性嘅大劈價。1萬蚊每平方呢係政府打包翻嚟嘅房源嘅，就要走呢個二手嘅交易流程。費用呢亦都只有一個契稅，同政府買呢亦都大可放心，安全有保證啊！房源呢仲有得選擇，大裝修13000幾起呢，就係發展商正常喺度賣緊個房源嘅。我亦都查下，的確呢係冇查封、冇抵押，正常個房源嚟嘅。不過呢又冇太吉啊！介紹下呢個位置同埋環境先啊。南邊呢就係長江高爾夫球場、長江水庫連綿起伏個五桂山脈，自然環境呢係好靚嘅。喺正前方呢就係中山富人區、雅居樂海欣新城。呢個位置呢依家有2個樓盤喺度賣緊，海欣橫頂上個月底呢就大劈價7000幾到8000蚊每平方啦。觀嶺亦都賣唔到11000蚊每平方起嘅，我都有出評過啊，同其他人介紹呢就完全唔同嘅。不過觀看量都係少啲啊。雅居樂海欣新城呢係一個超大屋苑，20年嘅發展啦，配套呢成熟又豐富，飲食亦都好多喎，一家日超市亦都係喺海欣。不過如果真係住景業軒，估計呢就唔會去消費嘅。點解？因為相對呢選擇又少咗啲，消費呢亦都唔低。過去呢要3到4公里，就不如去遠洋大生生都會、天逸星河 Coco City 或者富日城商場啦。反正坐車或者揸車5分鐘同埋10分鐘呢，其實係冇區別嘅，就不如日東區、日石旗選擇更加多。最多呢可能都係去下長江菜市場買下餸咁解啫。喺東面呢就係最豪型呢個樓盤，依家呢8000幾到12000蚊每平方大裝修嚇。門口北邊呢就係中山城區東西子幹道博愛路，係從西區博愛1路開始到石岐區東區，一路到火炬區博愛7路嘅。博愛路嘅北邊呢就係迪興博愛里，依家呢1萬蚊每平方起。香港客戶呢超過80%嘅，緊靠旁邊呢亦都開始只打香港客戶。鰲峰天怡11000蚊每平方起啦，100萬呢可以買精裝修3房，我都有出評過嘅，大家想了解呢可以再去睇下。再往前少少呢就已經屬於東區呢個位置啦，本地客戶中意，因為學校近，亦都算係學區房嚟嘅，所以呢亦都好有人氣喎。不過呢其南邊呢個生態就太近啦，感覺呢唔係好理想啊。豬肉鋪呢個商業體呢就係呢個位置嘅，好快就會開業。新樓盤呢有如安禧園，依家呢都係清尾貨，11000到12000蚊，就屬於東區最平嘅樓盤。繼續往西行呢就係東區遠洋大生生都會商場，3.6公里，7分鐘時間啦。再往前400米呢就係博覽中心，可以坐直通巴到深圳機場、地鐵站、福田口岸嘅，亦都係好方便啊。對面呢就係城區最大公園紫馬嶺公園啊！如果你係行東區天逸星河 Coco City 商場呢，都好近，3.5公里，6-7分鐘時間啊！再往前500-600米呢，就係最新最有人氣嘅富日城 Top Park 商場。3個商場呢都有開通咗香港直通巴士嘅，亦都係好方便香港街坊客戶啊！中間呢個位置呢，就係迪興德寶怡宮呢個樓盤，最近呢又再次調低咗價錢，11000蚊每平方起。再往前呢個位置呢，就有星級會所嘅紅隧一品，13000蚊每平方起啦。如果係毛坯呢，就11000蚊每平方起嘅。繼續往前5公里12分鐘呢，就可以到城軌高鐵中山站嘅，旁邊亦都喺度起緊地鐵，站名呢亦都叫做中山站。2027年呢就會開通啦。然之後再回到火炬區、老城區、張家邊呢個位置，就有好多嘅飲食店啊、大排檔、菜市場，人多
低消費嘅地方嘅。5.6公里唔到9分鐘呢，就係火炬區人民醫院，係一個3甲醫院嚟嘅。2.8公里呢，就係城區高速路出入口，平時揸車或者坐深圳香港直通車呢，就喺呢個地方上落高速嘅。喺博愛路北邊呢，就係上東新天地呢個樓盤，依家亦都創咗新低，12600起喎。二手房呢就更加低嗱，包括需要旁邊萬科柏怡灣啊，或者雅居樂海欣新城二手房呢，都可以揾我嘅。我公司門店呢就喺海欣，喺上東新天地呢門口呢有香港直通車、新港巴士個上落站嘅，亦都有候機樓呢可以直達機場大巴。喺景義軒門口呢係有公交巴士站嘅，亦都係深圳直通車、洋洋巴士嘅上車站嚟嘅。睇完咗一圈呢，位置係唔錯嘅，喺紫港道博愛路上，同東區交界，交通出行呢係比較方便。不過呢，馬路上個車流噪音呢就好大啦。等等咧，睇樣板房嘅時候咧，再嚟聽下具體個聲音係點嘅。周邊咧係有眾多嘅新樓盤，不過附近幾個舊屋苑樓下嘅商業街鋪咧，包括上東新天地啊、景富城咧，就只有麥當勞餐廳、廣東菜、齊德福、農莊。食嘢咧就冇幾多選擇嘅，主要咧都係幾間生活超市、藥店咁解啫。最近嘅生活超市咧就喺對面聚豪園街鋪，同埋一間大型嘅健身房，包括景義軒自己呢，只係開咗一間茶葉店、健身房、汽車保養3間鋪頭就冇啦。嚴格嚟講呢，就唔算生活配套齊全嘅地方，都係要坐車或者揸車出去先有得選擇嘅。我之前測評對面觀嶺嘅時候呢，亦都係一樣。大家都講喎，哇，生活配套齊全啊，乜都有啊，實際咧就完全唔同。我喺前面介紹鰲峰天怡視頻嘅時候咧，有提到博愛里德寶怡高上東新天地唔夠理想咧，就係因為學校屬於火炬區第4小學，但係喺博愛路南邊嘅屋苑咧，就屬於大家中意嘅博海小學。嗱，從校網嚟講咧係有啲區別嘅，學校咧依然係內地大部分人買樓最重要嘅因素啊！好，再嚟睇下屋苑個佔地情況，75畝，佢係由38套別墅、6棟住宅、612戶組成嘅，所以咧容積率好低，1.99，綠化率38%，係由萬科物業公司管理嘅。住宅咧就2.99蚊每平方，別墅咧就5蚊。車位咧係1:1.46啊，別墅咧佢有送2-3個車位嘅，有大把車位。6棟個高層住宅咧係一個 L 型嘅設計，佢就可以做到咧每一戶咧都係冇遮擋嘅，27到30層高。1到4棟咧2梯4伙，5到6棟就2梯3伙。政府收購嘅房型咧就係3棟9樓以下，同埋5棟成棟，亦即係1樓到30樓啦。1萬到10872蚊每平方就認揀啦，無批交樓。發展商房型咧就2棟、4棟同埋6棟嘅，帶豪華裝修交樓，13000到16000蚊每平方啦。嗱，13000蚊每平方咧就已經可以買到20樓呢個中高層噶啦。另外咧別墅就12萬到2600萬嘅，全部都係現樓。最早咧喺2021年6月份已經交樓有日子噶啦。好，首先嚟睇下樣板房展示單位，112平方，3房2廁。樣板房入門咧做咗一個大嘅鞋櫃、小隔間啊，就隔開咗鞋櫃同埋餐廳嘅。除咗搬得喐啲家私電器之外咧，就係裝修嘅交樓標準啦。敲出面個廚房櫃咧係華虹幾個樓盤個標配喎。嗱，睇到咧，的確係比其他樓盤咧都要靚啲嘅。有常規嘅廚房3件套，淨水器都有埋嘅。廚房咧有個小陽台，可以用嚟擺洗衣機。打開咧亦都可以扯風，空氣對流啊。餐廳同埋客廳咧係3米7闊，牆咧就9米1。我哋依家咧就喺4棟25樓呢個位置嘅。陽台向東南，陽台咧1米8闊，6米長。外邊個景觀咧就比視頻影到咧就要震撼得多嘅，更加有立體感啊！高爾夫球場、河道、富人區、雅居樂、海欣新城啲別墅景，5季山景、長江水庫，有山有水，亦都有人氣啊！真係好難得。位置咧又喺城區喎，真係獨一無二啊！我今日剪輯視頻咧就特別保留咗呢個聲音，就一直有打開嘅。華虹喜悅軒1到4棟咧都係1字樓，所以電梯外邊嘅走廊咧係露空嘅。
係睇得到，亦都聽得到博愛路上個車流嘅。目前係打開咗門同埋陽台門嘅，大家留意聽下外邊個聲音。我哋依家呢喺第一間房，客廳之間呢埲牆呢就唔可以拆嘅，同主人房中間嗰埲牆呢先可以拆嘅。第二間房呢，亦係同樣都係東南向，不過呢窗就細咗啲啲，有些少景觀同埋陽光。房間呢都算可以，有一個衣帽間，亦都擺咗書台。總體嚟講呢，一字樓企嘅實用面積啊係一般般嘅。到咗第三間房主人房，終於呢有個大嘅窗啦，就可以大面積睇到出面個景觀啦。哇！瞓喺床度都可以欣賞到美景啊！價錢方面呢，依家同樣係4棟樓下21樓帶裝修呢，就13800蚊每平方，亦即係154萬啦。當然價錢呢仲可以幫你打啲折扣嘅。如果係政府房型就3棟，同樣戶型3房呢係向南嘅毛坯交樓，就唔到11000蚊每平方，所以呢就睇你點嘅選擇。你擺毛坯雖然呢的確我係冇佣金，我一樣呢亦都可以帶你去睇，幫你去選房號啊，亦都可以幫你去跟啲手續啊，包括利是錢呢就可以啦。再嚟睇146平方4房南北通雙陽台戶型。因為係一字樓，出咗電梯外邊走廊呢係路空嘅，可以睇得到，亦都可以聽得到博愛路上個車流。我會保留呢個聲音啊！入門之後呢，我依家關咗門窗。我喺實地聽呢，其實係比手機播放出嚟嘅聲音呢係細啲啲嘅。門窗呢都係雙層嘅隔音玻璃。嗱，我依家打開北邊呢個生活陽台，大家感受下博愛路上嘅車流聲音啦。依家同樣咧都係4棟25樓，陽台咧就1.5闊5.2米長嘅。嗱，依家再關上陽台門，聲音咧就好明顯大幅降低咗。同樣咧烤漆面嘅廚房櫃咧係顯得好有檔次嘅，預留咗足夠嘅空間咧可以擺雙開門冰箱啊。餐廳開間闊度咧係3.1米，客廳咧係東南向，開間咧就闊4米，陽台就1.8米闊6米幾長，景觀咧同樣都係好舒服。不過左右兩邊呢就會有些少影響。嗱，對住咁靚嘅景觀呢，心情都會特別靚噶。好可惜今日嘅天氣唔靚，有少少灰蒙蒙下。我依家再關埋陽台門，係俾大家聽下聲音。依家呢同樣4棟樓下24樓呢隻戶型呢就13600，亦即係198萬啦。如果係6棟呢，亦都係呢個單價，就好接近。2棟嘅價錢咧就高啲嘅，因為景觀更加靚。當然咧，價錢仲可以幫你去爭取嘅。如果5棟政府房型毛坯交樓咧，就1萬到10872蚊每平方嘅，亦即係話有2000幾到3000蚊嘅差價。5棟咧其實係2梯3房嚟嘅，一個品字型，左右兩邊戶型咧就係同依家睇緊個4房戶型係一樣嘅，所以咧就唔做詳細介紹。需要視頻或者睇樓咧，可以揾我。等等呢，只帶大家去睇下5棟最前邊突出嚟個戶型，係146平方4房嘅飛機戶型嚟嘅。華虹本身呢係做建築商出身嘅，自己所開發嘅樓盤用材用料呢都係好有口碑。其開發嘅樓盤呢有華虹水雲軒、龍悅軒、喜悅軒，都係豪宅樓盤，都係深得人心嘅。不過呢就真係貴。華虹喺城區個個樓盤呢都係貴嘅，但係個個呢都係有優勢，亦都可以咁講啦。買華虹嘅樓盤呢，就唔會買錯，只會買貴嘅啫。我發現做華虹樓盤嘅時候呢，好似唔似我風格，即係缺點講得太少，優點反而講得太多啦。我本身呢係好理性，亦都係好客觀、好清晰咁去講啲優缺點嘅，所以大家呢多睇下我幾集視頻嚇，千祈唔好因為睇到呢個視頻呢缺點講得少就唔關注訂閱我啦。依家東區華虹喜悅軒樓盤呢，我都係非常之推薦嘅喎，中山嘅最中心，配套最豐富齊全，學校呢又係最好又更關鍵呢，更好位置，景觀開揚係更加難得嘅。我之前視頻呢有測評過，大家可以再去睇下。好，再嚟睇5棟政府嘅房型，2梯3房，喺左右兩邊呢就同前邊4房戶型相同，就唔做詳細介紹啦。不過呢，我有影到視頻嘅。需要睇呢，可以加個微信發俾你。5棟呢係從2樓到30樓，價錢呢就1萬到10872蚊之間，毛坯交樓。同發展商帶裝修嘅房型呢，就有2000幾到3000蚊嘅差價啦。
所以就睇翻你點選擇。你如果揾我呢，兩邊個房型呢，我都會帶你睇做對比，都會同你講清楚啊。我喺現場呢，見到有3批香港客戶係經紀人帶過嚟嘅，就冇去睇到政府房型，因為冇佣金俾，唔推薦呢亦都好正常。5棟個朝向呢係東南偏東啊，景觀呢就只有一部分，都算靚，但係呢就冇1、2、3、4棟嗰種震撼個景觀。嗱，我哋依家睇緊嘅係146平方4房飛機戶型，左右兩邊呢就係南北通雙陽台嘅4房戶型，兩體3伙嚟嘅，同前邊1字樓呢亦都係一樣喎。感覺上呢，實用面積係偏細少少嘅，公攤面積多，套內面積呢就係爭少少。不過景觀呢又真係靚，單價亦都低，可以肯定咁講呢係有優勢嘅，就睇呢個優勢係唔係你中意嘅。早喺幾個月前呢，華虹景業軒就傳出咗5棟同埋部分3棟房源啊、商鋪車位呢會拍賣嘅。當時就提到呢，住宅個拍賣價呢就係12,000蚊每平方起步嘅，後尾呢就冇咗消息。然之後呢，突然再次傳出中山國有資產推出一批華虹景業軒嘅特價房源，單價呢係10,000幾蚊每平方起，不分樓層，人揀嘅。出售方呢係火炬區國有資產，行嘅係二手嘅交易流程，即買即過戶，房源呢係國有部門直接監管嘅，交易呢係有保證，價錢呢其實係比早期嘅起拍價12,000蚊平方呢係更加低嘅。唔怕講呢，有種益街坊個感覺啊！我亦都查咗下，的確呢係冇查封，所以呢，放完咗假期，忙完咗之後呢，先有時間同大家匯報啊。價錢呢係好清晰。大家呢叫做先到先得，貼咗標籤呢就已經有人交咗20,000蚊嘅定金，空白呢就可以選擇嘅。嗱，大家有需要呢可以揾我帶你睇，亦都可以幫你跟單嘅，冇佣金都冇所謂啊。就好似我之前同大家講過西區星熱彩虹花園嘅一樣嘅，當時呢亦都係政府放出嚟嘅房源嘅。好，大家想了解中山珠海，包括成個大灣區樓盤，無論新樓盤定係二手樓呢，都可以幫到你嘅。需要更詳細嘅樓盤情況以及優缺點，可以加我微信或者 WhatsApp。想睇樓可以接送大家過嚟實地考察，了解對比咗之後，慢慢再做選擇。關注訂閱我，睇樓冇套路。